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国疫情咧拖刷放零防疫，佮开放出国旅游。美国昨宣布讲，明年1月7号开始，中国香港、澳门入境旅客要有体检证明。台积电今仔日台南科航园区举办3奈米量产甲扩张的典礼，大动作来展现顶进台湾的决心，甲3奈米的量产能力。109年，国内有12.1万人得到癌症，平均4分钟19秒就增加一个癌症病人。大肠癌一定连续15档拢是头一名。新台市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7803例本土病例，有30来人染病死亡，157人中重症。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明年1月7日到1月31日，将对中国来台湾的航班会来进行喙外 PCR 专案检验。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7803例那境外入有152例。死亡个案是36例，跟上周四相比，就是增加了39.8%。另外，我们针对0+7的自主防疫的指引的部分来做一项的修正先前0+7自主防疫有一条就是禁止前往医院陪病探病，那并避免前往长照机构。这一条我们就改为就避免前往医疗机构及长照机构。那如有必要前往，需具当日的快筛检测阴性证明。从1月1号开始会对从中国来的乘客来做这个生活唾液的一个 PCR， 但是我们还是针对所有入境的民众，都还是会发给4剂的这个快筛，也就是说跟先前的规定是一样的就另外如果需有这个2日内的这样快筛的一个阴性结果才可以外出次世代的疫苗的这个覆盖率大概只有12% 左右我想还相当的低。最近也发现我们重复确诊的比例也持续在增高了也就是说你虽然确诊过，它并不代表你就是不会确诊。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年前尽快的去接种。昨昏传出讲有民众投诉讲有药局卖普拿疼，一克也卖1500块。本地这项指控的药师是好人，也毋过传出录音的档案。即马药师工会全联会，阁有台北市卫生局、阁消保官拢要调查。这伫台北姓洪的药师早起是出面会室的，伊讲因店里根本是无普拿疼通卖，造成消费者的误解是真歹势。依照公平交易法，药师若是有化价行为，上济是当罚2500万。中国疫情管教全台传出退烧药出现欠费，不过代表一间药局被标出一盒普拿疼，要卖给民众1500。他说不行，药就是1500，他没办法降价卖这样。早前录音档，药师工会全联会发现确实有起价情形。而到透早，这遭到指控的姓洪药师也公开回息咧，表示药局其实无库存，会发1500，是希望民众自然理退。关于个人用词不当，造成表达与认知的误会，本人深感不安。在此向这位消费者及社会大众来致歉。因为这案件看起来公平交易法，台北市卫生局甲消保官透早就去药局调出药品进货记录者的资料，了解是不是有违规的代志。全国药师工会也开紧急商务会议，决议对第一时间无老实的药师做处罚。要把当事人移送公平交易委员会，并且我们会再收集相关的佐证，移送药师惩戒委员会，最终会把他的药师执照废除。如果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罚款金额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会要去适用这个公平交易法，而不是适用消保法来处罚。这间药局早起关门，暂时无营业。虽然药师已经回息咧，不过根据药师法的规定，那卫生局调查属实，天改方式相当会废止药师证书，也公告名字甲工作地点。若有起价情形，可能牵涉公平交易法第15条，应处5万到2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佮拖甲真严重，也毋过却宣布讲放零防疫，佮开放民众出国旅游。美国昨晚宣布讲，明年1月7号开始，中国香港、澳门入境的旅客拢爱提供体检阴性的证明。
也毋过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中国当个调整防疫政策，所有新兴的媒体故意查新闻。另外，香港嘛对今仔开始取消限制聚会命令，入境嘛毋免搁做 PCR。疫情大爆发的时阵，中国当局煞真紧放零防疫限制。美国卫生官员日表示，将对于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强制性新冠病毒体检，也是伫印度、意大利、日本甲台湾了后，对中国采取边境防疫措施的国家。这项新规定明年1月初5头早生效，所有2回甲以上的航空乘客为中国香港、澳门提供出发前2天内的体检阴性证明，为中国直飞也是第三国，像首尔、多伦多、温哥华等节点入境旅客拢适用。另外，官员表示，出发进前10天的体检阳性乘客会当提供空号证明，取代阴性采检结果。会用新政策是因为对变异株掌握的资讯无够，也关于中国确诊增加，可能造成发展出更加多新的变异株。世界各国调整防疫政策时，都会经历适应期，中国防疫政策换挡也不例外。目前中国疫情形势发展总体在预期和可控之中，个别西方媒体刻意炒作，甚至歪曲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却对本国经历的诸多防疫乱象和付出的沉重代价避而不谈，这完全是双重标准，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以向甲中国关系无好的澳洲离岛是宣布暂时袂抵美国的卡步。We'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are occurring in China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we do. What we'll do is we'll take health advice, not just when it comes to China. When it comes to every country. 香港方面，离岛起大放零防疫措施，包括台湾旅客在内的所有国际旅客入境拢唔免过强制核酸检测，同时也取消出示疫苗通行证、检疫令、限聚令等规定，也唔过喙暗令继续。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来看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讲，这边恢复做一档，嘛强调讲准备战争，才会当避免战争；冷战才会当止战。今仔行政议会嘛正式核定相关的方案，买来上立法院查缴了公告。诚如蔡总统所说的，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后续行政院将办理相关行政作业，我也已经予以核定。凡民国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役男，自民国113年1月1日起，回复常备兵役现役。役期1年，并依法定程序送请立法院查照后公告。针对于替代役的部分，内政部指出讲会配合民防的训练，94年处以后的替代役一来，依照全长会来分做防灾救护等4大编组。也毋过申请替代役只含家庭甲宗教因素这2类。若属是以宗教的因素来申请替代役，就要做1档2个月，薪水嘛甲义务役同款，拢是26000块。再来看两岸的情势真紧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今年8月份来台湾访问，后来中共就发动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有学者是指出讲，今年是两岸关系解严以后上紧张的一档哦。伊认为讲，台湾是美国甲中国战略对抗的上前线，对形势的判断就要非常的谨慎。两岸欠缺沟通的管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前访问台湾，引起中共伫8月来发动围台军演，恶化台海的紧张局势。就委会主委屈泰山伊捌讲，望两岸会当早一日春暖花开。不过学者因直接讲，今年两岸关系是解严以后上界紧张的一年。今年我们迎来了史上最糟的两岸关系，所以我如果今年还要再下一个字。我就会下这个字，叫做破。两岸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破口。中共的台海建立新常态，你讲海峡中线这是无存在的。学者认为讲，咱方管辖的范围已经有救起，出现国安的危机。也来讲，咱拄碰到外交困境，目前敢若剩14个邦交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参与区域多边经贸组织。不过学者分析，政策有跳票。特别是咱方正积极要加入这个 CPTPP 来策动台美双边贸易组织，不过比中国慢一步来加入，引起外界谣言讲政府误判情势。
也若美中两大强权来维持竞争的局势，学者认为讲会来正做长期对抗。台湾徛伫个美中战略对抗的上界头前，爱避免讲踏入高对峙的困境。一些台美双边的一些新的对话的机制。那大家也问说，那最后的目标是不是就能够签订所谓的台美之间的 BTA 或是 FTA？ 那这一方面其实美国并没有给予这么明确的答复但是政府是比较乐观。所以恢复成1年是你们确定够的吗？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你们1年怎么算出来？结果部长的回答是很简单，说因为恢复成1年不用修法这可是我认为很荒谬的。因若讲兵役恢复1年。政府宣布讲，明年会来加深和社会沟通。国民党立委讲，台湾加向专募兵甲专征兵，这就是讲咱实质咧扩军。恁问讲，台湾到底需要偌济兵力？认为讲政府需要甲外界甲讲个清楚，台湾的国防整体战略目标是啥？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仔日台南科航园区举办3奈米量产甲扩厂的典礼，董事长刘德音亲身主持，嘛专工开放媒体参观。外界认为讲，台积电为着要向外界来展现顶进台湾的决心，才会这么大动作。另外一方面嘛是要来向全世界展示讲，台积电已经发度量产3奈米的晶片咯。进入了放炮宣誓扩厂工厂以及3奈米量产开始，甲过去无同，台积电邀请媒体参加典礼，甚至开放厂区导览，宏解脱是宣誓台积电会亲近台湾的决心，希望消除外界对台积电到美国出厂了后，恐惊去台化技术外流的疑虑。台积公司除了在台湾持续扩建生产产能，在美国的第2期工厂建设也同步展开，将更增加台积未来成长的动能。前阵子媒体常常要访问我，关于这个台积电这个美国设厂有没有去台化的问题。我们积极会跟大家讲，去台化门都没有。董事长刘德音讲，3奈米制程的良率已经甲5奈米量产同期的良率差不多，嘛甲客户合作来开发新的产品，开始大量生产，等同对世界来宣布，台积电伫3奈米量产有一定的技术甲实力。相较于5奈米制程的技术，我们3奈米制程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到35%。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台积电伫台南闹咧办典礼，但中科的2奈米厂恐惊因为台中市府小丽甲变动，新任督发局长无就任，就要延后交地。原定明年第2季会当交地，予台积电建厂，有可能延到第3季。另外，军方嘛传出2023年年底会成立4个守备旅，负责作战区的守备任务，优先等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阁有台积电厂区的安全守护，但是无得到证实。记者温正平、王刘田、柯正俊台南报道。政府今年超收4500亿的税金，今仔早起，立法院的国民党团阁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除了甲加收的税金还予人民，嘛应该甲部分的税金摕来贴健保。财政部长代理部长尹清华是表示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有要求相关的部会要来提出纾困的方案，一礼拜来国安高层会议就有结果。今年扣税超收4500亿，到底要发现金也是用赔款来行税，互民众引发各界讨论。29早起，国民党立院党团阁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除了行税民众以外，超收的税应该用伫填补了钱健保。拿超收的税收来弥补健保的亏损，不要涨健保的保费部分负担，让全民受惠。嘉义方表示，蔡政府上任这6年来，到去年总共超收的税差不多是7000亿，到今年11月为止，税收已经有超收3554亿，所以到今年底，政府超定收的税差不多1条2000亿。对低收入民众来讲，发现金是上实在。国民党立委林德福伫财委会质询时也表示，行税民众不只是台湾，包含附近的国家新加坡，超收的税拢有在做。那你年年超征啊，不是今天而已啊。但是超征我们是基本上过去的做法是用在减少这个发债、
在还债。从107年到去年为止哈，我们实际上还债的5227亿，这个是实质还债。以前还债通常都举新债还旧债。汪清华强调，刑事和民众要考虑是不是相关财源有符合，也要透过预算定数甲规定法源，大家要有共识。苏贞昌县长已经明确指示相关部会，要研究纾困相关方案，也有振兴经济相关方案。即马在整理当中。管高层会议按算伫这礼拜六31要开，要如何刑事和民众有希望对应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防疫放令，佮加上美中的关系恶化，昨美国股市是收乌，道琼指数是落350点哦，科技股落甲上惨。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嘛落将近200点，上济是落破14000点，最后收盘是收伫14085点哦，保掉14000的关卡。虽然台积电今仔举办3纳米量产甲扩厂的典礼，也毋过盘中股票煞落破445块，最后收盘是收伫446块。电子股嘛拢落，鸿海已经无到100块。昨表现了真好的观光类股，今仔嘛落4%。分析师表示讲，目前因为外资搁是伫亚旦的假期，所以交易的量能是真有限。咱再来看家人往来台北902线的客运哦，因为换头家，台北尾站要对南港转运站改做南港展览馆哦，或者这家人的民众是真反弹。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今仔甲家人市长谢国良见面来讨论，这嘛是两个人伫市长的竞争后头一届见面，因为两个人伫选举的过程有互相相告。谢国良是表示讲，已经先撤销所有的诉讼来表达诚意。两个人亲切握手，展现诚意。原本激烈竞争的立委蔡适应，甲当选的国民党籍家人市长谢国良，伫市长选举了后头一摆见面，因为902线换营运业者，将点站也为南港转运站变作南港展览馆，影响到家人市民的通勤权益。两个人就安尼共同参详检讨方法。市府希望推动争取早起尖峰时段，为家人到南港的2班代替直达车，希望蔡适应会当伫立法院予以协助。我们跟交通处所规划理想上想要争取的班车，不是已经定案的喽。相信对于大台北地区转乘的基隆通勤族，我觉得一定会有蛮具体的一个帮助。那还在谈，公司在未来地方建设的配合，大家会一起来努力。双方会谈报告8点钟，蔡适应就赶回立法院。谢国良强调，后礼拜也会去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争取支持。因为进前市长选举期间，谢国良甲蔡适应一直互告，双方合计有10多件的诉讼案。为了展现诚意，谢国良已经通知律师撤销对蔡适应的诉讼。我也觉得市民朋友可能不希望他们的市长跟立委又在那边告来告去的了，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符合基隆民众想要看到的一个大家在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行驶伫基隆中山区人口密集社区的113大庆大城支线，服务当地台北通勤族10多年了后30要停驶。民进党市议员是委证离到亚体通勤族签名，希望谢国良会当帮忙解决停驶了后的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伫27暝有一台公车弄死一对长的过车路的母仔囝，外界嘛质疑讲，逐档的公车并监的制度，敢是应付尔尔。台中警方今仔嘛去车祸的地点来加强处理，学者甲民代是拢要求讲应该会检讨。台中市政府嘛宣布讲，伫过年之前会要求所有客运业者调回司机来进行安全训练。警察伫咧路口徛哨，处理无让过路人的车辆。台中市27号半暝，一台公车转弯的时阵无减速，直接弄到斑马线顶悬的行人，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29号，警方是转来到司法路口加强宣导处理，但是民众认为台湾行人路权不彰，拢有去抢警车辆惊到的经验。他就直接冲过去了，不管你是不是行人啊，那你就心里就会觉得很那个啊。我觉得应该要罚重一点，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罚重一点，大家都不怕啊。反正出事情才再来跪也没用了。
刚一台公车也曾经去民众翕到，就算讲有坐轮椅的准备过马路，边仔甚至还有警察伫咧开单，公车是照常强行越过。台中市府最近是公布公车宾鉴，肇事客运业者列为架顶，向质疑宾鉴有敢若无咧。外界认为应该要求业者落实驾驶只差确认，而且调整宾鉴的配分。只差确认，停下来，司机还要跟那个火车司机一样，看到那个号志机一样，手要比一下。你公司你的高层就是要坚持啊，不停那就是开除啊。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司机难找，所以有一些良莠不齐的司机，他也不好管理啊。跟驾驶员的这个安全的相关，也就是我们司机的安全训练只占了里面服务态度里面的4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大幅度的调整。交通安全的议题愈吵愈热，台中市长罗秀燕29号宣布，要求台中市所有公车业者，伫咧农历年前教会所有的驾驶进行安全教育，要求所有的公车业者在农历年前必须对于所有的公车司机进行安全的教育必须召回，强制召回。交通局强调，已经对肇事的业者开发，目前当地咧建议加严宾鉴的方法，而且加强处理公车无让过路人的行为。但是，是毋是对于保障行人路权发挥效用，也佫有待时间的观察。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今年95岁天主教前教宗本笃16世传出讲健康的情况恶化，反对讲是证实讲目前状况是无介好。教宗方济各昨嘛有去前教宗来祈福，嘛去探望。天主教宗方济各伫28公开接见结束的时阵，呼吁各界爱替前教宗本笃16世来祈祷，还佫讲本笃16世病较真严重。Vorrei chiedere a tutti voi una preghiera speciale per Papa Emerito Benedetto, che nel silenzio sta sostenendo la Chiesa. Ricordarlo è molto ammalato, chiedendo al Signore di lo console. 梵蒂冈时刷佫证明讲，高年95岁这本笃16世，伫过去几点钟内，伊的健康状况一直恶化，目前的情况还佫伫控制中。方济各嘛已经去伊住所甲探视，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嘛拢来替本笃16世来祈祷。È una buona persona che ha fatto tanto per la Chiesa e quindi è giusto pregare anche per lui perché comunque è in una situazione di difficoltà e dobbiamo sempre rivolgergli una preghiera. Und ich denke, wenn er wirklich heute versterben sollte oder versterben sollte, dann wünschen wir ihm ein gutes Heimkommen im Glauben. 本笃16世是天主教第265任教宗。2005年的时阵，伊当选教宗。2013年，伊用身体的健康无好来退位，成做天主教600年来头一个伫咧在任时职的教宗。卸任了后，本笃16世伊就一直住伫咧梵蒂冈。专门采访教宗的记者讲，假使本笃16世若是过身去，这一切拢会是第一遍发生。It will be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a pope die, an emerite pope, Pope emerite die in the Vatican. So it will be all new. We don't know exactly, even if the Vatican has prepared things. 本笃16世是第8任担任教宗的德国人，以保守的传统主义观念出名。不二个伫教宗的任内，传出讲早年对性侵儿童的代志，伊知情煞放毛毛。虽然讲本笃16世有否认讲无对等的行为，不过伊伫今年的年初有请求讲原谅任何严重的错误。梵蒂冈对这件代志表示失气甲遗憾。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古巴目前是拄到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统计过去的一天，对古巴非法入境美国的人数是超过227000人，史上上济。有专家是批评讲，美国无应该用非法的制裁措施阻碍古巴的发展哦。安尼做唔但伤害到古巴，嘛对美国佮全球的经济造成伤害。新冠疫情加上美国制裁，互古巴拄着为1990年以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变势无用试试，阁真忝。不过，只是为存活，毋是为生活。互真侪人将眼光刷向美国，希望能发展新的生活。Ya las personas hacen de todo en Cuba con el tema económico por tal de hacer esa travesía, venden sus casas. En el caso de nosotros vendimos nuestra casa, vendimos nuestros bienes, vendimos todo lo que teníamos. Nosotros nos quedamos sin nada
con el riesgo de que si nos deportaban, pues llegábamos a Cuba sin nada, lo habíamos perdido todo。 美国为2019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制裁，和油价一直升悬，影响家庭用电、甲农业生产。真侪少年人无法度忍受艰苦的生活，甲一向无好感的共产党政权，和大量古巴人逃到美国。根据美国边境当局统计，过去一年为古巴非法入境美国人数超过22.700人，达到史上新高。Que se trata del éxodo más masivo, más cuantioso en un solo año en toda la historia de Cuba. El bloqueo que tiene Estados Unidos contra Cuba es ilegal y el bloqueo fundamentalmente con el objetivo de cercarnos y evitar de que Cuba pudiera desarrollarse, pudiera tener todas las actividades que tiene un Estado normal en este mundo。 专家也指出，加上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表后14个月，就互古巴损失超过63亿美金。不过制裁也损害美国甲全球经济，而且就算倒去美国，恐惊也毋是过幸福快乐日子，因为美国正在行出新冠疫情阴霾，一时间无法度整合这么多新移民加入。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过来消息来看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公布个人去治疗癌症的统计，伫109年，计共是有12万1000多人去治疗癌症，比108年增加700多人，平均4分钟19秒就增加一个癌症病人。其中大肠癌连续15档是10大癌症的头一名，第2到第5名分别是肺癌、女性的咽癌、肝癌甲喙腔癌。 国健署公布2020年癌症调查结果，有超过12万人得癌，平均一年增加700多人。大肠癌也是15年来发生比率上悬的癌症。那以生理性别来分，男性癌症发生比率上悬的器官，分别是大肠、肺部甲气管、口腔、肝、尿泡腺等等。 女性方面分别是淋巴、肺部甲气管、大肠、氨基腺、子宫等等。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那有非常的多啦那这些红肉啦，或者是酗酒啦，或者是高纤维矿物质摄入不够的话，那其实饮食习惯也会去影响。那肥胖、不运动啦等等都有相关的因素。 另外，根据调查，2020年台湾平均每4分19秒就一个人得癌，平均一年来讲是近1秒，而且逐年都有加较紧的趋势。那我想长期趋势来讲，其实它是有趋缓的一个趋势。烟槟酒啦，特别是男性，我们刚刚看到了男性跟女性的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生，其实在口腔癌跟食道癌的比例是差距相当的大。国健署强调，薰、槟榔、酒甲得癌有绝对的关系，呼吁民众爱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国健署有提供口腔癌、大肠癌、子宫颈癌、咽癌、肺癌5种癌症的体检，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参与，会使有效降低死亡比率。记者郭文正、准友台北报道。 来看有一对香港甲台湾的同性伴侣，因婚姻的关系，互法政机关撤销因提起诉讼。今仔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判因胜诉，这嘛已经是第5件判赢跨国同性婚姻的案件咯。 最后，为了能够家庭团聚，我太太只能辞去了稳定的工作，选择以学生签证到台湾当一个30多岁的学生。只因为这是婚姻不被承认的我们唯一可以团聚的方法。 台湾的鸟仔甲香港的阿雪本地2019年已经伫台湾登记结婚，不过阿雪要申请移亲来台湾的时，移民署讲伊摕的是英国 BNO 护照，伫台湾的法律也是当作香港人，因为香港无承认同性婚姻，撤销因的婚姻关系。经过2档的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入告宣判鸟仔甲阿雪胜诉，婚姻关系总算受到承认。行政怠惰。 行政怠惰，司法买单，司法买单。协助拍官司的台湾判例权益推动联盟伫法院头前开记者会表示，这已经是第5件合国同性婚姻官司，而且5届拢是法政机关败诉。不过政府却犹原无愿意主动用限式来保障合国同性判例的权益，放互一对一对的判例爱开真侪钱甲时间拍官司。 而我们更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沉醉在3年前同婚合法、亚洲第一这种美梦里，但是明明可以很快的去更改违法的函释，
却迟迟不愿意修正。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辞职，间接嘅呼吁，希望后一任部长会当担起责任，让全台湾几600对下国同性伴侣嘅婚姻权受到保障。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桃园龙潭运动公园的停车场，今年的11月才打启用，也毋过1落雨，四界的积水真严重。伫停车场嘛无法度洗翻头，防质疑讲设计有问题。桃园的交通局是表示讲，当初是为着要增加停车位，才无设计会当洗翻头的车道。目前这个积水是因为厂商为着要来改善排水，在进行测试。都积水了，地面积水，停车格的头前有封锁线暂停使用。龙潭运动公园的立体停车场，伫今年11月才启用，不过由于讲设计不良，那拄着落雨就会积水，佮欠回转道，民众找无车位时阵，就爱倒退路才会当出去。可能因为他想要多这边要多规划4个停车格，所以把这里呢路挡掉了，变成车子进来之后，如果没有车位的话，就必须要退出去啊。是这种设计是不对的啦。交通局回应讲，这座停车场是甲平面停车场立体化，伊的腹地有限，所以无回车动线来增加停车位，嘛有设置智慧的侦测灯号系统，方便民众了解村的停车位。这并不是设计的一个缺失，是因为这个龙潭运动公园立体停车场的腹地比较狭小，那为了利用这个仅有的空间来设置车格呢，所以并没有设置这个回圈的一个车道。针对民众တင်證講回車的問題，交通局考慮了後，會預計伫個要暫時性來取消4個停車位，設置臨時的回車道。若是講這個在場攏停滿，才會當直接停車。因為地面積水，這是因為施工的廠商咧改善地坪涉水，來甲防部分的車架放水做測水點，因為安尼來造成出入口村的車位的誤讀，已經來協調維管，也有施工單位來甲做正確的顯示村的停車位。記者綜合報道。来看宜蘭有一個甲部的師傅賴淑珍，伊有一件做3檔的作品，提起要求要寄去美國比賽，也毋過物件煞佇美國碰見咯。今仔早起賴淑珍去頭城郵局抗議，也毋過郵局是表示講國際包裹碰見的風險是真懸，若說物件是真貴重建議講民眾就愛申請保價的服務，這就親像保險共款來保障家己的權益。伫頭城郵局也海報抗議郵局凊彩行事，宜蘭頭城導報師羅淑珍用3年時間，以韓國為主題的作品，透過中華郵政寄到美國參加 AQS 協會辦的比賽。不過作品不止無寄到位，也喺海關碰見，會真生氣。對我來說真的很珍貴，所以我就請說郵局或者是可以幫助我的人，盡量幫我找到這個作品。作品掛佇壁，呈現頭城唱歌活動甲噶瑪蘭族文化，攏是賴淑珍真濟年心血。伊講，即擺寄去參加比賽作品是噶瑪蘭公主創意協會會旗，也是協會精神指標，希望能找到在地里長也咧走總，希望能找到珍貴的作品。希望郵局能用認真態度的方法去跟美國那邊的郵局聯絡一下，盡量把作品再運送回來。根據中華郵政的統計，宜蘭郵局今年的國際包裹差不多8,000件，其中3件碰見攏發生在美國。如果郵件的內裝物品比較貴重的話，寄件人可以申請來做保價的服務。那如果郵件遺失或者毀損，就按照他所申報的保價金額來辦理補償。郵局表示，寄國際包裹過程碰見風險懸，要找到也無簡單。寄人若真貴，物件真貴重，建議申請保貴服務，才能得到應該有的補償。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高雄的南環山區有民眾翕到烏蠅行佇路邊，保育團體表示講，最近10天內底有接到2件通報，伊嘛呼籲民眾唔通去拍驚這烏蠅。另外，伫花蓮德溪鄉的部落，毛烏蠅行入去雞寮，農民通報了後是用攝影機來觀察這烏蠅，嘛摕到8,000塊的賞金，這是全國的頭一個。這大路裡走的烏石動物，互民眾驚一個，原來是台灣烏蠅。迄個人佇南環山區看到烏蠅佇走，國家公園甲烏蠅保育團體也證實這個消息。在南橫公路的管制時段，我們同仁在道路巡查的時候，也有發現有黑熊的蹤跡。
有乌熊妈妈防护的黄美秀教授指出，这2-3年南怀山区的乌熊通报数例明显增加是好消息，也显示这边人为干扰来降低，栖息地维持好，动物就会回来了。熊屁股尿流在路上一直跑，其实就我做熊的人看起来其实会有点舍不得，因为那个熊其实是被惊吓。熊如果在路上跑，我们车速就降低；如果甚至更安全的情况之下，是停下来，让熊从容不迫地离开马路。花莲也出现乌熊，倒溪乡秀兰部落这个街条，离1甲2日拢有乌熊走来。饲鸡人通报了后，配合家这个鸡甲饲料搬走，驾驶摄影机，2、3、24依然有翕到乌熊。了解饲鸡人得到林务局颁发的乌熊生态给付奖金8000块，创下全国的首例。我们会看到那么大一只黑人在那边趴着喝水，然后他就那个熊就刚回头他一站起来，哇，我就赶快跑，哇，这是黑熊。我们也发放了熊铃，还有一些防熊的喷雾，那也希望民众能够及时使用。林务局花莲林管处讲，这项奖励上最一年的产量16万。那农民发现熊出现伫个公寮、龟寮、鸡子园这些农事活动范围，拢使向林务局通报，希望带动民间到底来救护乌熊。记者综合报道。绿色超市网络购物是愈来愈时行，所以传统市场嘛变甲较稀微哦。高雄市政府2档内编2亿5千万的预算，要来改善全市50个市场。9月份翻新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即马是声真侪观光客来遮参观消费。一透早的市场内底，人客有椅仔直接伫担头前坐，甲摊商开讲。但毋那在地人，有真侪外地游客伫市场内外参观。高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伫9月完成环境改造了后，因为保留日治时期的木造结构，变做新的景点。它蛮有特色，就是有一点文青的感觉。然后你看它这整个装潢也是木造的啊，就觉得蛮新鲜的，不太像一般的传统市场。很多他们网络很多都有来逛一逛。市场内底有旧的搭位，嘛有新来的青年搭，就亲像一代一代的传承甲共存。高市府2档开2.5亿，改善全市50个市场。过去因为商圈生意变歹，加上藏伫商店街的巷仔内，渐渐无人来演艺市场。改造了后，生意甲人群明显变侪，但摊商嘛希望会使改善停车问题。因为这外口人店面啊，来做生意啊。你无法度啊，这古早的啊，要炒迄停车场，遐尔便宜了。明年度我们将持续编列预算，投入市场软体优化，延承第一公有市场成功模式，打造指标性的市场。停车的问题是高雄真侪传统市场的共同问题，因为市场大部分伫巷仔内，也是周边非常的闹热，歹停车互民众愈来愈无想要来，嘛造成市场渐渐凋零。岛民大认为市府伫改造市场的时阵，嘛应该整顿周边停车的问题，才会使治标搁治本。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咱来看华人英雄国小转型做阿美族的验小学，因为甲族群相关的教材是真少，学校的老师就家己来编教材哦。最近嘛出版一本叫做《大树根》的音乐故事册，来帮助囡仔学族语，嘛传承阿美族的文化。从传统阿美族服装，永丰国小学生用歌曲表达祖先伫传统生活上真实的文化故事。歌词内容拢是保留记录囡仔时的生活记忆，佮透过思想共同创作绘图，最后请保留歌手帮忙制作成歌谣。因为这些歌呢，就是拿来做教学用的，所以每一首歌就是都有它背后的我成长的故事跟部落的一些文化故事在里面。永丰国小全校只有13位学生，来自阿美族七个米开部落转型做阿美族实验小学了后，学校发现部落族人来自屏东乡村相关族群教材真少，所以校长决定家己制作族语教材，佮号名大树根发行。学新的语言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学一首歌是不难的，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在旋律中去学习族语，歌境里面去了解到我们长辈的过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点滴。大树根音乐绘本有10集，为戏幕甲生活上的小故事拢有轻快节奏，互囡仔更加愿意亲近母语，平常生活上拢会使用。有帮助吧，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到族语。上课的时候，国语中还融合的族语。创作歌手强调，歌曲会当提供予国内其他原民族群使用，只要将歌词修改做家己族群语言，用传唱方式同齐来传承族语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的国中南医甲博物馆合作，利用数位科技，内底是17世纪外国人来到台湾留落来一寡文书资料哦。嘛有一寡展览品会当教民众学教台湾信仰、风俗、生活互动，是个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桌仔顶面一盘一盘台湾传统料理，边仔机关刺落，各会换新的菜式。国立国中南院运用数位科技，甲台湾生活信仰，佮有早期原住民的相关记录斗做伙，举办台湾意象的展览。这样的个展览能够台湾这个社会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故宫的里面的藏品，其实台湾这个部分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有限的里头，如何能够跟其他的台湾其他的博物馆把它联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联合的展览。这届展览除了有台湾社会记录，策展单位嘛提供真侪早期外国人记录台湾的文物，透过浸水池的剧场配合 AR、VR 科技，参观者会当体验台湾的艺术人文甲地理风貌。除了第一档的这个浓缩版的展览之外，我们还有2个新的展区。那它是一个这个台湾意象的2.0，它不是旧的展，它是一个全新的展览。这届展览为16月27等到明年8月27。国公表示，每一个国家拢有特定的意象，台湾意象展2.0新增加真侪内容，希望让大家知影台湾为较早到今意象的缘由甲转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泰国要绝种的红头鹤，经过30多天的保育，虽然目前阁是名单顶头要绝种的保育动物，也毋过最近有13只红头鹤来进行野放，保育另外是希望讲因返去大自然会当顺利来生态。13只人工培育的赤颈鹤脱离人眼的束缚，展示飞向哪天。泰国保育人员最近伫东北部这个湿地保护区野放当地特有的赤颈鹤亚种，吸引不少民众甲囡仔同齐参与。这种大型的鸟类，规身的毛是青肤色，头壳是红色，身长会当达到180公分，体重达到7公斤。最后一摆伫野外方发现的是伫1968年，最近半世纪会当讲是特别灭绝啦。บ่งบอกได้ว่า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อยู่ตรงไหนก็ได้ที่มีแหล่งอาหารสมบูรณ์แต่ปัจจุบันในการลุกลามและก็ทำ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ในวงกว้างเนี่ยมันส่งผลให้พื้นที่ที่อยู่ของเขานี่ลดลงนะครับ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วก็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แหล่งอาหารที่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อการขยายพันธุ์ของเขาด้วยมันก็ส่งผลต่อการสูญพันธุ์1989年，泰国政府甲动物园参联合国共同展开保育计划。22年了后，第一批赤颈鹤回归大自然，到今已经有100多只成功野放。这寡得到自由的赤颈鹤，拢有晶片甲标签，方便后续追踪。保育人员表示，目前大约只有67%会当伫大自然中活落来，也需要提升咱人的保育意识，共同维护因的生态地甲环境。ณปัจจุบันนี้ทุกคนเห็น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ว่าเป็นคนพึ่งนกคำว่าคนพึ่งนกก็คือนกเนี่ยจะไปดึงดูด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ข้ามาในพื้นที่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แห่งเดียว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นกกระเรียนพันธุ์ไทยเนี่ยดำรงชีวิตอยู่ได้แล้วก็ขยายพันธุ์ด้วยตนเองได้目前泰国赤颈鹤有缘第2濒危动物，保育人员希望民间共同打拼，让因早日脱离强灭绝种，也让后代会当继续欣赏因伫田野之间垂食优雅身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全球有将近20亿穆斯林的信众，去年有亲近邻近的消费市场都有2兆的美金，所以亲近邻近是愈来愈受到重视。咱来看英国就推出有亲近邻近的服装甲游泳衫。回乡真济囡仔佚佗物啊，花色真水的地毯，也有好食的料理。这款物件看起来拢是不同生活时阵真容易接触买到的，不过伊毋是凊彩就当买，伊管经过清净的认证才会使。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Muslims in the world today, everyone tries to purchase products or items that, suit their background and what's in line with their religion and what they follow. 人上重要的就是食，穆斯林伫咧去年消费上最就是食品，到1.17兆美金。像英国，包括国内4大超市之一的 Tesco， 一个全世界第2大素食店肯德基，都会向亲近肉品大厂三赞订原料。另外，所有厂商上注意的就是每年3月斋戒月，这个期间收益，逐年拢有正大成长。Ramadan is the big busiest time of the year for me. So
about 2 months before, I start gearing up and getting ready and start doing, my marketing and my PR. 因那时尚产业自珠宝到有影衫，每一项商品拢要由清真认证严格把关，确保符合伊斯兰的精神。因那囡仔自家语言的教材也袂使凊彩，像英文课本，无过是传统英国式的观点，是符合社区多元族的精神。 It's got all the basic tenets of the Islamic faith with a small description. So, like, it's got dua, which is a supplication or a prayer. 通过清真认证是即马英国真侪厂商重要的发展目标，就由清楚的品牌识别，增加顾客使用度加信任感，学即个有庞大发展潜力的伊斯兰纳海市场。公司新闻牛言编译。 香港的牛奶红茶是香港的特色饮料，嘛是国外香港移民上思思念念的滋味。有香港人是伫香港牛奶红茶学院教讲安怎来泡出传统的香港的牛奶红茶，思念故乡的时，就会当泡一杯来啉。四大茶锅放伫电脑顶悬，佮一直不出白烟。咧学泡茶学生一直拿内底茶叶，这是专门教现如何泡香港味浓茶课程。 奶茶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其實香港好細個，我哋真係細個就開始跟爹哋媽咪去茶餐廳飲一杯奶茶，朝頭早或者食個通粉，食件多士。 2010年，中國伫香港強行通過個實施港版國安法，和英國認定是明顯違反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和英國伫2011年前後允准超過13,300個香港人得到特殊簽證，和香港人去英國工作甲生活，用伫6年後申請英國公民身份。 申請移民去英國的香港人，會甲台灣、泰國、緬甸的民主活動人士分享佮宣傳英茶文化。雖然在英國也真簡單買到奶茶，啊，不過這個味煞甲故鄉的港式奶茶無同。真濟人佇離開香港之前，會特別去學港式奶茶沖泡。有部分的人雖然無拍算離開，啊，不過也介這個文化，所以也會來學。港式奶茶咁吸引人嘅地方就係、當你一啖茶你飲到落口，你可以飲到有3個層次。 香滑濃，咁你會覺得會唔會一次過一啖咁衝擊有香滑濃咧？咁咪其實佢有個 sequence 出現嘅，咁就睇一個拼配可以帶出嚟嘅感覺啦。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麥教授表示，香港政府伫2007年拆除紅油碼頭了後，互真濟少年人開始思考外界對香港的身份認同。最後想起囡仔時陣，營銷甲本土流行主義考慮，最後選定港式奶茶，叫做代表香港人象徵。伫他鄉啉到港式奶茶，會互香港居民感覺是登記甲失去嘅故鄉。某程度係保持翻香港人嘅身份應該係。 就算喺外地都好啦 ，OK， 即係保留到呢種飲食文化啊，對奶茶嘅偏愛啦 ，OK， 咁就已經係即係好似係香港嘅一部分。奶茶學院統計2000名學生當中，有4成計劃移民海外，港式奶茶成做香港移民送予海外朋友的伴手禮代表，真受歡迎。也好過去2年來，英國當然嘅外口至少出現過港式奶茶品牌。公視新聞陳時東編譯。下晡半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 北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0度。中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2度。南部地區上低18度，上懸23度。東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3度。 華東地區上低10度，上懸19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